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《高高講客會》，我係民主。今日民主，我來教大家做料理了。我來做乜嘅咧？我來做料嘅菜頭前豬肉湯。噔噔噔，菜頭半湯都好食呵。不過今日我來做料係特別嘅，料就係你看。 菜頭前，你有看過嗎？這個蘿蔔錢啊，菜頭前是客家人的智慧，就是用蘿蔔切片曬乾之後就變成這個菜頭前嘞。等下已經凍少款到嘞，所以今天呢，我就做倆誒菜頭前豬肉湯。现在呢，已经把所有的食材都放下去了，但其实这个萝卜田呢，它本身就是很好的调味料，所以你放下去之后，其实不用再加太多的调味品，它本身汤头就会很有味道喽。待会我们再等时间一下下好了之后，就可以一道非常传统的客家汤品了。 好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做的这个菜頭前豬肉湯，来喝喝看，谢谢。肉片大家可以沾一点酱油，这样。冷冷的天气可以喝一口汤，因为这个是萝卜啊，把它晒干之后，那因为以前如果种很多啊，一次采收吃不完的话，它就会把它晒干之后，就可以每一餐之后过季之后都还可以吃这样子。所以平常在这个 菜頭葷湯凍好食，菜頭葷湯凍好食啦，在海陸的意思就是蘿蔔煮湯很好吃，好吃嗎？Hello， 各位朋友們，你們也喜歡喝這個湯嗎？在這邊，明珠帶大家一起來練習一下今天學到的新單字嘍。看到的第一個單詞呢，就是蘿蔔，菜頭，菜頭。第二個呢，就是湯，湯，湯。 第三个，我们一起来学一整句话：萝卜煮汤很好吃，菜頭葷湯凍好食，菜頭葷湯凍好食，很好吃哦！你们下一次一起来动手做做看吧。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